因为民众当初是郭文哲伫台北市长的任内，伊个京华城和北树科这案件，嘛防指控涉嫌盗利。昨昏北检就头一届以被告的身份，传政副市长彭金星到案说明，问3点钟了后无报请回，也毋过有限制出境、出海甲自机。 副市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的？结束我3点钟的精神，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金星行出北检面对媒体讯问，只会手无讲话，因为前台北市长郭文哲京华城案、北树区案防指控涉嫌盗利，彭金星也以被告身份团还性后以涉犯多一等罪嫌，下令限制出境、出海，佮限制自机。 郭文哲对此无加做回应，不过伫伊台北市长任台，京华城用积率为560%提悬到840%，也够有20%的自创用积奖励，防止伊盗利业者。另外，北投树林科技园区 T17、T18地上权标案，也好多位民代也出前组合成功集团等记录。北京今年5月分他日案调查，案由是贪污治罪条例。北市议会也成立专案调查小组，目前已经召开8摆会议，20月邀请彭金星说明。 检察官的约谈应该是越来越接近核心呐。洪振生如果这些事情是他负责的，那他当然要负起绝对的责任。但如果不是，他有在过程当中是接到长官的胁迫，那他就必须要讲出来，才能够在司法上面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我希望检调后续尽快的约谈其他的当事人，包括金华城的主事者以及柯前市长。 除了厘清真相以外，当然也避免他们可能有串供的嫌疑哦。如果确实有违法的问题的话，我希望蒋万安市政府赶快成立后续的法律研议小组。 对政市府前期台北市长朱万安佮指出表示，希望检调赶紧厘清事实，调查真相。市府会全面配合调查，无枉无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